这两条分别服务新市区跟新化区。新市区比较缺乏往西边安南区的棒球场啊，或者是安南医院。这次我们新辟的服务的新市区的这一条呢，主要是把新市区这个市区的这些长者啦，这些这个学生啊等等的服务呢，往西边走那所以可以服务到新市火车站，可以去和顺转运站，还有安南医院。因为新化区目前已经有2条小黄公车路线，新化本来就是公共运输的枢纽，所以我们这次也利用小黄公车机动性高的这个特性，那开设了这个新化区内的循环式的小黄公车路线，可以让新化区的居民呢，透过这个路线来到新化总站，再转乘这个绿干线以及其他的绿支线我想对于居民的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的缺口的补足也是非常重要。小黄公车它可以开进去比较小型的社区里面，去接送那些行动不方便的长辈去买菜啦、就医这样子服务，这样比较便利民众这样子的服务。这小黄是做好的啦，小黄公车的车位的车费是公车的价钱26块起条咱新化有这条干线感觉做好啦。咱也要去婚宴啦要买菜也要去迎空方面拢做需要。像阮太多城去咧婚宴，咱就当坐咧去婚宴学生来上学的一个方便使用，再来真大的效益是咱区内的中者不管是要来市场也好要去来就医也好还是拄好有代志要来出外，拢会当来使用这种小黄公车所以这种小黄公车开通对阮新化来讲地方期待已经足久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1，大台南小黄公车绿33、绿34正式。小黄公车是满意度高达90%以上的民众最满意的公共政策，所以呢，对于台南民众来讲，因为地理比较大，面积又广，所以我们需要服务比较偏乡那但是运量又没有达到非常聚落人没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说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比较友善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我们实时检讨、实时优化，能够采取固定班次之外，也采取预约制，能够让民众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搭乘。那这个尤其是采用敬老卡的话，是无限里程免费这中间连接了转运站，连接了火车站，又连接了这个医院或者是棒球场，这些对于民众来讲都是非常适合的。欢迎大家来搭乘小黄公车。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8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6城镇轮型防空演习7号在南部地区登场，台南市民全力配合，过程相当顺利，无发生违规情形。市长黄伟綽甲行政院国防部等相关单位，在警报发布了后，前往新营火车站、丹营亲子馆以及新营国小等所在来视察，了解进行的状况。面对现代战争形态甲复合式灾害威胁，今年演习采灵车管制，并强化警报发布、避难疏散等情景，提升演练逼真度，验证全民防空应变能力。宣导民众在演习期间一定人车管制，并且开放防空避难处所，让民众进入避难。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演习期间各营业处所都停止室内外的活动。业主跟顾客，他会去寻找坚固而且远离窗户的地方。演习期间，市民不论是伫地下室，也或是避难场所，拢会当依照指示快速完成防空避难，展现良好的秩序。
也反映出全民防灾、防控意识持续提升。不管是里长，不管是车站的站长，不管是我们的民防，不管是我们的义警，甚至我们的警务人员，其实大家都非常认真用心的把这个演习做好。目的不是为了分数，目的是为了在个操作熟练，将来如果碰到天然灾害或是城镇振兴防卫需要的时候，能够顺势，能够正确到位的把这个避难这个工作做好，能够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特强调，人口100年无战事，袂当一日无战备。就平常做好防灾准备，才会当伫突发状况发生时，将生命财产损失降到上低。市府也将持续充实防灾设备，打造更加安全、更具韧性的台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正是沙白鱼上肥美的时节，加上台南沙白鱼产的年产值有23亿，所以市府正式宣布，甲经典的沙白鱼结合中华职棒进行大型推广，甚至找来名称吉祥物乌狗联名来出任务，号召全国球迷甲民众做伙来响应，挺台湾食好鱼的新运动。目前正是沙白鱼上肥上好食的时节，加上台南更是全国上重要的沙白鱼产地，包括七股、安南、北门等5大养殖区，年产量高达23000吨，产值更是将近23亿。市市府8月6號正式宣布，要將經典的沙白魚結合中華職棒進行大型推廣，佮特別請來中華職棒名稱吉祥物烏狗聯名來出任務，場面鬧得滾滾。會中副秘書長殷思思代表市長黃偉哲協同農業署以及全聯福利中心的通路，共同宣布今年台南沙白魚的實體通路正式啟動。这样子的一个优质的一个产品哈，那今天透由我们台南市政府跟全联跟大家一起这样一个合作哈，其实这个不仅可以展现出，就是说台南这个虱目鱼养殖在我们全国养殖的一个重要的角色跟地位，它其实还扮演了文化跟观光的一个价值。5个区鱼品养殖完以后呢，经过我们的这个是鱼钻了哈，先钻处理完以后，就交给我们大全联，这样一条龙服务，很新鲜，马上又冷冻处理过去，所以绝对没问题，又可以网购。台南小处甲中华職棒合作，用棒球應援精神帶動全民食魚的新運動。民眾只要伫8月7號到9月3號前往全聯通路購買指定商品，除了滿額有折扣，並且當抽職棒的禮品，邀請大家做伙小挺在地漁業。挺台灣實力全開，全民吃魚新運動。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東區各添法律服務新力量，義盛法律事務所正式揭牌成立，主持律師陳嘉玲甲台南市議員李宗麟將做伙親近地方，希望結合法律專業甲基層服務經驗，成為市民面對法律問題時陣達至信賴的後盾。充滿活力的開拍舞蹈，替義盛法律事務所開幕茶的氣氛。3、2、1，揭牌！在各界貴賓親友共同見證之下，正式揭牌。主持律師陳嘉玲希望以專業法律力量陪伴民眾，守護人民權益，持續親近台南。以義為和，就是希望會當用易經的智慧來創造和平，會當用法律的自律，還有安尼的氣平來創造順利。感謝大家今日來。雖然落雨，但是我相信雨水則花。不管嘉玲是按做這例開始，還是講到了後，伊成為一個律師來替大家服務。我相信，阮兩個攏是一路來替這個土地的自由甲公義來拍拼。支持嘉玲就跟支持宗麟一樣，一人當選，兩人服務；一人服務，兩人當選啊！哈，市府的服務也好，還是需要市場到三甲好，還是多
调解无成的时阵，上尾爱行到对法律的部分吼。相信这两部分拢会当来甲大家答复啦吼。活动当中特别以司法技术送上祝福，邀请知名司法家现场写法度暖心4个字，因为当家人保有温暖的心来疼惜这块土地。事务所将秉持专业、诚信甲同理心的理念，希望提供民众值得信赖的法律服务，甲议员李宗仁做伙服务社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年一度的做16岁成年礼，8月10日将伫咧安平开台天后宫举行。今年结合台南运河通航100周年，以传统礼俗融合文化体验，邀请青年透过成年礼，早着祝福甲责任，勇敢迈向人生新阶段。马道亲上专属16岁成年礼周边，替8月10日将伫安平开台天后宫登场的成年礼活动来暖身。今年拄好是台南运河通航100周年，以成功启航运河霸档航向未来为主题，希望参与成年礼的学生会当借着运河这条航道，坐船出海，迎向人生重要里程碑。第一16岁开始，因要安怎去独立。要安怎来创造因以后的一个方向？了后呢，咱有一个成功起航哦，就是来甲引导，互因踏出去迄个世界，看清这个世界这个运作。活动除了依照传统仪式行花道、抵状元帽、行出招宝经，也安排信仰巡礼，前往观音亭参拜观世音菩萨，甲大圣爷领取印财。搁到公济宫参拜太子爷，领取文昌笔，象征智慧甲祝福。祈求咱心灵会当保庇，这囡仔当大人了，一世人的旅途会当非常平安顺遂啦吼。所以我嘛相信讲，咱这青年朋友咧，做一个16岁了的，更加会当了解伊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这个责任啦吼。这回还有酒店推出成年礼套餐，其中虾仔代表这个歌星，还有食了平安的红菇、麻油面线等等，结合传统礼俗甲文化体验。安平开台天后宫办理16岁成年礼活动超过40档，逐档拢透过创意，让这项珍贵民俗持续传承。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2026新光三越夏日艺术季盛会展，伫台南新光三越新天地盛大展出。现场除了有精彩主题展览，还有暑假同乐会、甲多元体验活动等等，邀请亲子家庭做伙参加。由财团法人新光三越文教基金会、百会业者，甲伫中华民国儿童美术教育协会共同主办。2026新光三越热天艺术季，目前巡回到台南来展出。伫个新光三越台南新天地6楼文化馆，目前正展出新光三越儿童的画展，甲伫日本世界儿童画展的得奖作品。多年来，新光三越百货透过新光三越文教基金会来跟大家合作。举办了非常多有意义的文教活动，其中夏日艺术季对儿童美育的推广是我们重点中的重点。在座各位刚才特别是介绍的单位，都是对我们贡献出力最多的。那今天是有重大的意义，是开幕也有颁奖，所以也要借这个机会恭喜所有的作品得奖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这里当然要特别感谢飞龙文具儿童美育推广这个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很多支持鼓励，所以才会有许许多多的40几个国家的作品也到这里来。
大家可以欣赏。同时也有我们国内的我们本土的艺术家阿娇老师，今天好像有事情没有办法到此地来。阿娇老师，我有小虎队我们还有幽默之星这个老师们，他们的作品也在这里跟国际作品大家互相做交流。展览一开始，除了由着世界儿童画图巡回展来揭开序幕，透过世界各地囡仔的创作，会用看到无同的文化纯真，甲着自由的想法。另外，嘛有艺术家的创作，将现场打造成一座充满未知甲着惊喜的玩具太空总部。展览对今日起到8月16日。今年的热天，欢迎大小朋友做伙行入来玩具太空总部。一方面欣赏艺术，另外嘛有真侪独家限量的周边商品，甲着亲子的好物，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翻译技术第六档透过书生联展来做公益，目前正伫咧台港文化中心展出到8月29，要将义卖所得回馈予安南国中等需要帮助的弱势学生。由翻译艺术无共年龄层的学员，用油画、水彩、阿古里、雕塑、灯虎和媒材所呈现的30件作品，不止展现因的自然情感甲生活故事，更难得是借着艺术要甲公益结合，并回应无界线、无限制的主题。希望透过小额捐款或者是义卖，帮助安南区的弱势学童。虽然成长过程较坎坷，不过只要社会付出关怀，相信就亲像天顶的星，会当看见因原本珍贵的发光。也是希望说，这个学生他看到流星的时候，他给他自己许的愿望是说，好，我希望什么，然后我可以的愿望我可以成真，然后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微微的亮的心，然后来代表他自己，然后希望他自己也可以就是在这么多的星星里面，他也可以这样子逆势成长。这次的主题是无界，所以不管在主题或者是年龄，还有能力上面，都希望没有界限，让他们在创作当中可以很自由。那也希望在这次的展览传递的是，我们用艺术来陪伴，来给更多人传达一种希望。规划这场书生联展的执行长虽然是台南人，不过因为一路行来受真侪人照顾，所以6当前的下愿，希望艺术不只是创作，更是陪伴生命，并团结社会力量。对此嘛，予安南区长魏文贵相当感佩，7号特别到场关心，看见其中100笔针描绘父亲，特别是眼神皮肤光雅的立体感，真使人感动。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并小听做公益。整个一个妇女的人像，令人看了令人感动。因为父亲节要到了，特别看到我们爸爸的画像，会令人去感受到爸爸的伟大。那甚至有些爸爸不在了，也会去想念爸爸的好。那所以也在这里，父亲节即将来到，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到台江文化中心来观赏。该书生联展对8月2号到29号，就伫台港文化中心2楼展出。这不只是教下成果的展现，更是一场融合教育、人文甲公益精神的艺术交流平台。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花山基金会南区爱心天赛站在地服务满20天，陪伴超过370位弱势长辈行过孤苦无依的日子。7号特别举办感恩大会，邀请幼儿园小朋友甲长辈亲自制作天然芒仔水，希望用爱守护长辈健康。华山基金会南区爱心天赛站为感谢在地长期支持的善心人士，甲着义工朋友，7号上午伫大南国体举办老幼共荣、守护健康的感恩大会。活动一开始由着新生里社区发展协会找来充满活力的舞蹈表演，为大会来揭开序幕。接续邀请着华山服务的长辈，甲着幼儿园的幼童做伙同乐，
亲手来制作天然的防蚊液。今天呢，带长辈出来做活动，主要是来做老幼共融，然后手做防蚊液的这项活动。那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子的活动呢？因为我们华山基金会南区站每个月我们都会到宅关怀访视我们的阿公阿嬷。现在夏天到了，天气不稳定，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大太阳。那其实那个生活的环境有非常多的蚊虫病害。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阿公可以得到更多的保护。那其实他们走出来户外来上这一堂课，不只可以健康社会促进。那同时，他们也可以就是亲自的提高自己的自我效能，然后自己动手的做这个手做防蚊液，那他可以又带回到社区，陪伴他在未来的这社区的生活跟日子这样子。伫个手作老师的指导，甲着义工的陪伴，看着长辈甲着囡仔亲自来雕配，用酒精来提炼精油，然后经过稀释、滴干啊。每一个人完成一罐300cc 的防蚊液。今天的这个防蚊液是比较天然的防蚊液，那它的材料里面的话就是会有香茅，然后还有猫薄荷，因为这2样它都是比较天然的一个中药材，所以呢对我们的身体的话就是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危害，所以它可以直接喷在身上的。所以呢它就是比较天然，它的材料的话就是香茅跟猫薄荷，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呢就是用酒精浸泡，然后呢水的。直接的水，那我们的水的话是用 RO 水，不能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喷环境的话，那我们的稀释的比例就是少一点。那如果你是要喷在身体的话，那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就1:10，就是10倍这样子以上。透过天然的香茅加点猫薄荷，用酒精来提炼，伫个提炼等待的过程，还佫穿插防蚊的有奖征答，互每一位长者甲着小朋友欢喜来共用。希望手做的防蚊液，唔定会用的赶蚊啊，慢慢化为赶走孤单的舒适香味。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湾这几档烈雨伞感发生率持续加悬，唔那是排伫咧男性10大感情内底，是男性感情主要的死因之一。为了提供患者更多元的治疗选择。安南病院引进高能量自焦超音波治疗技术海扶刀，提供患者治疗的新选择。随着人口高龄化，攝護腺癌已成为男性常见癌症。安南医院泌尿科医师董胜庸表示，海扶刀是利用高能量聚焦超音波，将能量精准集中于肿瘤部位，达到局部消融效果。相较传统手术，不仅无伤口、无辐射，也有助降低尿失禁及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兼顾治疗成效与生活品质。我们目前主流的2种治疗方式，一种是达文西机器人手背的手术，那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术后之后通常一些尿失禁或是勃起障碍这些状况会比较厉害一些。那另外一个选择是放射线或是荷尔蒙的治疗，那个部分的话，因为有放射线的一些辐射累积的伤害，日后可能也会有一些勃起障碍或者这些放射性的直肠炎或者膀胱炎之类的问题。那海扶刀它的正式名称是一个高能量聚焦的一个超音波，那这个超音波的能量可以经由直肠然后去破坏掉我们攝護腺里面癌症的组织，那这样的治疗方式本身没有伤口，那也不会有特别的一些周边组织的伤害，因此一些比如像尿失禁、勃起障碍之类的副作用相对发生的比率会少非常多。那再来的话，它本身也不太会流血，所以安全性也非常高，通常治疗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完成。那术后相对来说恢复期也非常的快，通常来说大概术后1到3天就能够顺利的返家休息。董胜庸指出，攝護腺癌治疗没有单一标准答案，随着治疗方式日益多元，医病共享决策更显重要。医师会依据患者病情、身体状况及对术后生活品质的期待，透过充分沟通，共同拟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
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在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4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课多点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